各位老友，你而家手上攞住嗰份禮物，放低先。我知你心諗，哇，咁靚嘅嘢都唔使錢，絕數喎。錯，大錯特錯，你唔係撿到寶，你係替人哋接咗一身災。中國人講咗幾千年嘅道理，無功不受祿，呢5個字唔係客氣話，係保命符嚟㗎。你幾時見過天上無端端跌金條落嚟？凡事有因必有果，有人送嘢俾你，你就要問一問佢嘅因係乜？你接咗之後，嗰個果又會落喺邊個身上？點解你最近瞓極都唔夠瞓？夜晚3點幾眼光光等起身？點解你屋企人突然間日日嘈？雞毛蒜皮都鬧到面紅耳赤？點解你嘅身子越嚟越差？個人攰到好似俾人抽慳咗咁？你以為係工作壓力大，以為係年紀大咗，以為係天氣轉涼。我話俾你聽，好多時唔係你身體有病，而係你屋企擺咗一件唔應該擺嘅嘢，你親手將人哋嘅窮氣、病氣、衰氣搬翻屋企，仲要日日攬住佢瞓覺。你以為慳咗幾個錢，實際上你係用自己全家嘅健康同運勢去找數。呢筆唔你計得過你。今日呢條片我要同大家講清楚，有6樣嘢陰氣重到得人驚，人哋送俾你，你千祈唔好收。尤其係最尾嗰一樣，好多香港人屋企都有，仲當寶貝咁供住，根本唔知嗰樣嘢就係令你長家病痛重生嘅元可。聽我一句，睇完呢條片好過你去睇10次醫生。將屋企嗰啲可害揾出嚟掟走佢，你嘅運勢即刻掉轉頭。我做咗幾十年嘅易經命理研究，見過嘅人多到數唔晒。好多時候一個人行入嚟，唔使佢開口，我睇佢塊面就知佢出咗乜嘢事。嗰種唔係普通嘅面青口唇白，而係成個人好似罩住咗一層灰濃嘅氣，好似陰天咁。太陽點照都照唔入去。我通常會問一句，你最近係咪收咗人哋送嘅嘢，定係去邊度執咗啲古舊嘢翻屋企？10個有9個會瞪大對眼望住我。你點知㗎？我朋友上個禮拜先送咗個古董玉俾我，又或者親戚搬屋，佢張床褥好新淨，我攞翻嚟用啫嘛。你睇呢個就係問題所在。我哋中國人最重人情，尤其係我哋香港人講情講義，朋友嘅嘢唔好意思唔收，又或者覺得嘥咗可惜。但正正係呢種人情同節力，害咗一代又一代人。易經入面講得好清楚，天地之間有一個鐵律叫做能量守羅。你哋讀書嗰陣物理堂都學過，能量唔會無端端消失，只會由一個地方轉去另一個地方。運氣亦係一樣，一個人嘅好運同壞運都係有定數嘅。當一個人行衰運，佢身邊嘅物件就會沾上呢股衰氣。佢將嗰樣嘢送俾你，表面上係送禮，實際上係過運，係將自己嘅災劫轉嫁到你身上。你以為嗰個係一份心意？我話俾你聽，好多時候嗰個係一份因果契約。你雙手接過嚟嗰一級，就等於簽咗名，同意用你嘅陽氣去幫對方承擔佢嘅厄運。我唔係講怪力亂神，我係講物理，講易經，講中醫幾千年嘅智慧。你要明白一個道理，呢個世界上面冇一樣嘢係真正靜止嘅。你睇張台張凳一塊肉一件衫，你以為佢哋靜靜地擺喺度，乜都冇發生？錯。你攞部顯微鏡去睇，入面嘅原子、電子、分子全部都喺度震，有震動就有頻率，有頻率就有磁場，有磁場就有記憶。你哋後生仔女未必見過錄音帶，但我哋呢一代人一定用過錄音帶上面嗰層磁粉，聲音嘅震動傳過後，磁粉嘅排列就改變咗，聲音就儲存落嚟。下次你撳播放掣，
嗰個磁粉嘅排列還完成震動，聲音就出翻嚟。任何物件其實都喺一卷錄音帶。一個人長期用一樣嘢，佢嘅腦電波、佢嘅情緒、佢嘅氣場就好似錄音咁，不斷咁刻寫喺呢樣嘢嘅分子機構入面。如果呢個主人係一個心平氣和、福氣滿滿嘅人，佢用過嘅嘢就帶住正能量，你攞嚟用會覺得舒服安寧，呢個叫加持。但如果呢個主人係一個天天怨天尤人、疾病纏身，甚至係喺呢樣嘢上面斷氣嘅人呢，佢每日對住嗰張床靚氣，對住嗰個枕頭流眼淚，對住個面鏡咒罵命運，呢啲怨氣、病氣、死氣全部刻寫咗入去。你將呢樣嘢攞翻屋企擺喺客廳，放喺床頭，日日冇佢望佢，貼住佢瞓覺，你嘅磁場就會慢慢同佢同步。物理學叫做共振一，中醫叫做同氣相求，易經叫做同聲相應、同氣相求。你哋諗下，點解有時候你行入一間舊屋，明明冇開冷氣，你都會覺得成身雞皮疙瘩？點解有啲古董鋪行入去就覺得好似有嘢壓住你咁？唔係你嚇自己，係你嘅身體接收到咗嗰個空間入面殘留嘅低頻磁場。你嘅身體比你嘅腦更加誠實，佢感受得到你肉眼睇唔到嘅嘢。等到你嘅陽氣被呢股陰煞之之氣唔食殆盡，你嘅身體就會開始出事，先係瞓唔着發噩夢，跟住係免疫力跌，腸胃失調，最後就係莫名其妙嘅大病，甚至血光之災。呢個唔係迷信，呢個係能量嘅流動。已經講有其象有其數，有其數必有其理，萬事萬物都有一個象。你望一件古舊物件，點解有時候望一眼就覺得心寒？點解有啲公仔望住佢對眼就覺得背脊涼浸浸？因為佢嘅象已經壞咗。古人講氣數已盡，一件嘢經歷過動盪、災難、死亡，佢嘅象入面就帶住殺氣。我以前幫人睇風水，入到人哋屋企，第一件事唔係攞羅盤，而係睇佢屋企擺啲乜嘢。有一次去一個老闆屋企，豪宅嚟㗎，裝修靚到不得了，但我一入客廳就見到角落擺咗一塊形狀古怪嘅石頭，紅紅黑黑，好似凝固咗嘅血塊咁。佢話呢塊係外國拍賣會買翻嚟嘅奇石，幾百萬。我當場同佢講，呢塊石頭嘅氣係凝製嘅，好似廚樓咁，擺喺屋企正西北位。嗰個位代表男主人，你唔搬走佢，男主人身體一定出事。佢唔信，覺得我大驚小怪。半年之後，佢打電話嚟，聲音都變晒，話驗出腸癌。各位你哋想一想，一個人幾百萬買翻嚟嘅嘢，佢點捨得掟？但係你唔掟佢，佢就掟你。呢個世界上面最貴嘅嘢，永遠唔係錢買得到嘅，係你嘅命，係你屋企人嘅平安。幾百萬嘅石頭同你一條命比，邊個重？呢條數人人識計，但人人都計唔到。你話迷信，咁你點解釋？呢個就係物九通靈，物件擺得耐咗，佢就有咗自己嘅磁場，可以反客為主，影響活人嘅命運。記住一個原則，人為陽，物為陰。正常情況係人面物，你嘅陽氣壓得住屋企嘅嘢。但如果你屋企對滿來路不明嘅舊物，充滿負能量嘅禮物，呢啲嘢嘅陰氣加埋超過你嘅陽氣，就會變成物壓人。你會發覺自己越嚟越唔想出門，中意匿喺屋企陰暗嘅角落發呆，脾氣越嚟越古怪。中醫叫呢個做陰實，陰氣結實咗，陽氣入唔到，呢個就係大病嘅先兆。所以做人要識斷捨離，唔好乜嘢垃圾都往屋企搬。朋友送你嘅嘢，你要識睇。如果對方福氣滿滿、身體健康、家庭和偶，佢送你嘅新嘢帶住喜氣可以收，
但如果對方正面對大難、離婚、破產、重病，又或者嗰樣嘢本身就係來歷不明嘅舊物，佢硬係要送俾你，你就要醒醒定定。佢潛意識入面係想透過送嘢嚟消災，而你傻更更收咗，你就係嗰個接災嘅人。好，道理講通咗，你哋一定好想知到底邊幾樣嘢最毒最危險，千祈唔可以碰。而家我逐樣同你哋點名，呢份係我睇咗無數個案之後總結出嚟嘅血淚教訓。你哋最好而家起身行去客廳睡房巡一圈，睇下有冇我跟住要講嘅呢幾樣嘢。如果有，準備好垃圾袋，聽完即刻掟。第一樣，具備人形嘅公仔同雕像，尤其係二手嘅，記住一句話，有其像必有其靈。一樣嘢做得似人，佢就具備咗俾靈體依附嘅條件。人係萬物之靈，而呢啲偶人有眼有鼻有四肢，但入面係空嘅，冇魂魄，空則虛，就好似一間空屋。嗰啲遊到喺天地之間嘅冇主孤魂，最中意揾呢種空殼住入去。我見過一個真實個案，一個7、8歲嘅細路女，本身活潑開朗，突然有一排開始每晚尖叫，話間房有人望住佢，帶去睇西醫，話係神經衰弱，開鎮靜藥食咗反而變到傻呆呆，照樣夜夜嗌。後來問清楚，原來有個親戚從日本帶翻嚟一個絕和服嘅傳統日本人偶，擺喺細路女床頭櫃，正對住佢瞓覺。嗰個位，呢種人偶做得越似真人，陰氣越重，擺喺度，夜晚嗰對眼就好似盯住你咁，即刻攞走。當晚細路女就瞓得安安穩穩。所以二手公仔、來路不明嘅民族風人偶，千祈唔好收。就算一定要收，絕對唔可以擺喺睡房，更加唔可以俾佢對眼正對住你張床。第二樣，來路不明嘅石頭同古玉，好多人中意玩收藏，覺得收一塊古玉、一塊奇石好有品味，朋友送你一塊玉佩，你就開心到不得了，掛喺頸度，貼住心口。古語講，人養玉3年，玉養人一生，但佢仲有下半句你哋唔知，玉若噬人，3年送終。玉石嘅分子曲過好特殊，有好多微細嘅孔隙，好似海紋咁吸納主人嘅氣場。新開採嘅玉冇問題，但古玉呢，你動腦筋諗下，市面上大部分古玉係邊度嚟？除咗傳家寶之外，絕大多數係從墓穴挖出嚟嘅陪葬品。古人死咗，口含玉，手握玉，用嚟封住精氣。呢塊玉喺陰暗潮濕嘅墓穴入面陪咗高骨幾百年，甚至上千年。佢吸飽嘅係極致嘅陰寒之氣。你將佢掛喺胸口，胸口係3中穴，係人體陽氣匯聚之地。你攞一塊帶住1000年陰氣嘅石頭壓住你嘅陽氣中心，3個月之內心悸胸悶、心夢痛，通通會嚟。嚴重嘅陽氣慢慢被吸乾，最後就係心肌梗塞。仲有嗰啲中意去河邊山上執石頭翻屋企擺嘅人，石頭屬土，荒郊野嶺嘅石頭往往帶住山精鬼魅之氣，你攞翻屋企就係將陰土引入家門。所以朋友送嘅古董玉器、奇形怪狀嘅石頭，除非你有十足把握，知道佢嘅嚟歷係乾淨嘅，否則敬而遠之。第3樣，二手嘅床褥同枕頭，呢一樣我要特別強調，因為最容易被忽視，亦最致命。好多人搬新屋或者朋友換家私，就將舊床褥、舊枕頭攞翻嚟用。你覺得哇，呢張名牌床褥幾萬蚊，先用咗2、3年，好新淨喎，掟咗好嘥。大錯特錯，床係一個人一生入面氣場交換最深最耐嘅地方。我哋每日瞓8個鐘，流嘅汗、甩嘅皮屑、呼嘅氣，甚至發夢時釋放嘅腦電波同情鎖，全部透咗入去。如果張床嘅前主人係一個長年蛻病嘅人，
又或者佢係喺呢張床上面斷氣嘅呢？如果係一對日日嗌交，最後離婚嘅夫妻瞓過嘅呢？將床褥入面儲滿病氣、怨氣、晦氣，你瞓喺上面，你嘅背脊督脈、陽氣之海緊貼住呢啲負能量，每晚8個鐘被侵蝕。好多人唔明白，你瞓覺嘅時候係你一日入面最脆弱嘅時候，因為你嘅意識關咗機，你嘅防我系統進入咗休息狀態，呢個時候外來嘅陰氣最容易攻入嚟。我見過太多咁嘅個案，搬入二手樓，捨唔得換床褥，住咗半年，恩愛嘅夫妻日日打交，本來健康嘅人開始腰酸背痛，陣狀出事。有一對住九龍嘅中年夫婦搬咗入一間二手樓，前手嘅家私幾乎全部留低，佢哋慳得就慳，照用，結果住咗3個月，老公夜夜發噩夢，老婆開始成日頭暈，小朋友喺學校成績跌到谷底，後來全部舊家私換晒，情況即刻好轉。因為你瞓喺人哋嘅因果上面，你就要替人哋受苦，特別係枕頭貼住你嘅頭部，嗰個係豬羊之會，瞓人哋嘅舊枕頭叫做烏雲罩頂，你嘅思路會亂，運勢會被壓到死死實實。所以窮都要窮得有骨氣，人哋嘅舊衫洗乾淨仲可以着，但床褥同枕頭絕對唔可以用二手嘅。你要建立自己嘅家運有，就要瞓自己嘅新床，接自己嘅地氣。呢3樣嘢，人形公仔、古玉怪石、舊床褥，係陰氣排行榜嘅頭3名，但仲未完。跟住要講嘅另外3樣更加隱蔽，好似軟刀子咁，專門斬斷你嘅財運同人緣。第4樣，刀劍利器。我發覺好多香港男人中意喺屋企客廳或者辦公室擺武士刀、擺寶劍，覺得好有型，可以鎮宅。仲有啲人收到朋友送嘅高級廚具，一整套亮晶晶嘅刀，覺得好實用。各位知唔知喺風水同易經入面，刀代表乜？刀5行屬金，帶住強烈嘅肅殺之氣，功能就係切斷分離見血。朋友送你刀，唔理佢有心定無心，喺運勢上面就叫做一刀兩斷。我識得一個做生意嘅老闆，同合夥人好到好似親兄弟。有一年生日，合夥人送咗佢一把日本古董武士刀，佢中意到不得了，就擺喺辦公室座位正後方。結果3個月之內，2個人為咗利潤分配嘈到反面，幾十年交情徹底決裂。刀劍呢種嘢自帶殺氣，擺喺客廳斬斷人脈貴人運，擺喺廚房斬斷財路，擺喺睡房斬斷夫妻情分。而且嗰個老闆後來仲因為心血管破裂差啲死喺手術台上。你睇刀嘅斷裂之象應驗喺佢身上，刀喺邊度，斷裂就喺邊度。所以刀剪呢類嘢千祈唔好當禮物收。如果朋友真係唔識規矩送咗俾你，你即刻掏一個銅板出嚟，1蚊幾蚊都得，俾翻對方。呢個叫買賣，唔係佢送你，係你買嘅。嗰條贈送嘅因果線就切斷咗。但開過鋒嘅古董刀劍，俾錢都唔好收，因為你壓唔住上面嘅血氣。第5樣，大人嘅舊衫同舊鞋。香港人好節粒，呢個我明白。細路仔嘅舊衫，如果個家細路健康聰明，洗乾淨送俾你屋企細路着，呢個叫接福氣。因為細路仔係純陽之體，冇乜世俗嘅怨氣可以收。但大人嘅舊衫，尤其係病人行緊衰運嘅人嘅舊衫，絕對唔可以收。一個人嘅汗液、皮屑、體味，扭帶住佢嘅基因信息同生理磁場。如果前主人係一個嚴重皮膚病患者、長期抑鬱甚至癌症化療嘅人，佢件衫嘅圍入面就卡住咗帶病氣嘅皮屑同汗漬。你洗得幾乾淨，嗰個頻率仲喺度，你啜喺身上，等於用你嘅皮膚呼吸人哋嘅病氣。至於鞋，
廣東話講送鞋，有音送斜，亦有請人行路嘅意思。鞋踩喺腳底接地氣，一個人行得順唔順，氣場存喺對鞋度。你收咗人哋嘅舊鞋，無論係唔係限量版波鞋，只要佢着過就記憶住佢嘅腳步。如果佢正行緊霉運，如果佢啜住呢對鞋去過殯儀館醫院，你啜上腳就係步人後塵，做乜都碰壁，好似鬼打牆咁。第六樣來路不明嘅法器同神像，呢樣最可怕。而家好多人中意去泰國、尼泊爾、西藏旅行，覺得當地嘅神神怪怪好靈驗，就買一大堆佛牌、天珠符咒翻嚟當手信。仲有啲朋友神神秘秘俾你個掛件，話係大師開過光嘅，保你發達。你睇下旺角深水埗嗰啲街邊檔，乜嘢天珠佛牌都有得賣，幾十蚊一個。你話佢開過光，開乜嘢光？開手電筒照過就叫開光。各位聽到開光呢兩個字，你要即刻警醒，真正嘅開光係有嚴格儀軌嘅，要大德高僧注入正念。但而家市面上面99%所謂嘅開光根本唔知入面請嘅係乜嘢靈，有啲佛牌入面供奉嘅係陰牌，係需要用血或者係其他代價去供養嘅靈體。你收咗佢帶翻屋企，就好似喺屋企裝咗一個未知嘅發射塔。我見過一個個案，本來好靚嘅後生女，突然塊面生滿爛瘡，點醫都醫唔好。後來一問，原來有個朋友從東南亞帶翻嚟一個人緣由掛件送俾佢，佢掛喺頸度，正正封鎖咗任脈，毒素排唔出去，全部發喺塊面。掛件一掟走，配合調理，半個月塊面就光翻晒。所以記住，信仰係個人嘅事，法器係專屬嘅物，唔好隨便接受人哋送嘅宗教法器，除非係你自己去正規大廟親自求翻嚟嘅平安符，嗰個係正神正念可以收，其餘一切帶住神秘色彩嘅掛件擺件，一律婉拒。好，六大凶物，偶人、古玉、舊床、刀劍、舊鞋、法器，全部點完名，你哋一定會問，咁我點知自己中咗招未？好多人會話嗰個公仔我擺咗幾年啦，都冇覺得有乜嘢唔對路喎。有人講嗰塊古玉我日日戴，好似都冇生大病。我話俾你聽，乜嘢叫做生病？一定要等到躺喺醫院插管先叫生病，一定要等到家破人亡先叫倒霉，嗰陣已經太遲啦。神仙都難救，中醫最高嘅境界係未病先防。喺你嘅運勢鐵底崩盤之前，你嘅身體早就發出咗求救信號，只不過你太遲弄，將佢當成太攰、年紀大、天氣變，又或者俾西醫嗰啲更年期自律神經失調嘅名詞騙咗，唔使去廟宇抽諗，唔使去醫院照片，你自己摸下感受下，即刻就有答案。我有3個指標，係斷定一個人有冇被外來陰氣入侵嘅鐵律。第一個徵兆，手腳冰凍，凍過手肘膝頭。各位而家伸出你隻手，摸下你嘅額頭。正常人手心應該係暖嘅，額頭係涼嘅。但如果你發覺自從收咗某件禮物之後，手腳開始莫名其妙咁凍，而且唔止係手指頭凍，而係凍到過手踭過膝頭。呢個喺中醫入面叫做厥液，係大凶之兆。心臟係人體嘅太陽，不斷跳動產生嘅熱能，要通過血管傳送到四肢末端。如果屋企擺咗陰氣重嘅嘢，嗰股陰氣好似一層無形嘅網罩住你，壓制你心臟嘅火力，熱能送唔到手腳。你會覺得就算大夏天，骨頭入面都透住一股寒意。手腳一凍，財運必散，因為手腳係抓錢同行路嘅工具，陽氣唔到手腳，你抓唔住機會，跑唔過災難。你去同人傾生意，握手嘅時候，對方摸到你隻手凍冰冰，佢潛意識就會覺得你呢個人氣場唔對，
唔想同你合作，你行路嘅時候雙腳好似踩喺冰上面，你點跑得過人哋？呢個就係陽氣衰退嘅第一個警號。第二個徵兆，凌晨1點至3點，3點至5點準時彈醒。好多人同我投訴，我好瞓得㗎，一瞓就着，但好奇怪，每日到咗半夜某個時間就會彈醒，之後點都瞓唔返。凌晨1點至3點係肝經當令嘅時間，3點至5點係肺經當令嘅時間。黃帝內經講肝藏魂，肺藏魄，人瞓覺嘅時候魂魄要歸位，你先至瞓得安穩。但如果屋企有陰物，喺半夜子時之後，陰氣最盛嘅時候，佢就會開始活躍，干擾你嘅魂魄。肝受干擾，你就會喺1點至3點醒。肝係將軍之官，主謀略，肝氣一傷，第二日做生意判斷力就會差，容易做錯決定，簽錯合約。肺受干擾，你就會喺3點至5點醒。呢個時間醒嚟最危險，因為呢段係氣血重新分配嘅關鍵時刻，醒來代表氣血過唔到關，身體入面有陰濕積聚，所以如果你以前瞓得好好地，最近突然變成半夜定時鬧鐘，你就要警覺，呢個唔係普通失眠，呢個係你嘅魂魄喺度喊救命，係你屋企嘅磁場喺排斥。你諗下係咪？床頭擺咗唔應該擺嘅嘢，攞走佢，我包你當晚瞓到天光。第三個徵兆，無端端心慌同恐竇。有啲人收咗禮物之後，身體未覺得有大痛，但個心開始唔對路，坐喺屋企梳化睇電視，突然心臟噗一下跳得好快，好似俾嘢嚇親咁。又或者一個人喺屋企嘅時候，成日覺得背後有人，心入面慌慌地，有一種大難臨頭嘅焦慮。去睇西醫，照咗24小時心電圖，醫生話冇事，焦慮症、自律神經失調、開礦、抑鬱藥俾你食。乜嘢焦慮症？中醫講共主恐，恐怖嘅情緒係歸剪狀管，剪狀係人體先天之本，係陽氣嘅根基。嗰啲帶住怨念陪葬性質嘅物件，帶嘅係極寒嘅水氣，入咗屋首先攻擊剪狀。當你嘅禁陽被外來陰氣壓制，你身體本能就會產生恐怒感，好似羚羊感覺到獅子喺附近咁。你嘅潛意識喺度同你講，呢個環境唔安全。如果呢種情況持續3個月，人氣一垮，跟住就係膝頭髮、記憶力衰退、腰酸背痛，男人陽痿，女人子宮生肌瘤。呢個就係標準嘅運氣被吸乾嘅過程。好多人走到呢一步先至醒覺，但嗰陣已經好難救。所以我而家講嘅嘢唔係嚇你，係要你防患於未然。中醫最高明嘅地方唔係醫病，而係喺你未病之前就攬住你，唔俾你跌落去。各位對照一下，手腳係咪凍過手踭膝頭？瞓覺係咪半夜1點到5點定時醒？情緒係咪無端端心慌、心跳驚恐？中1條你就要小心，中2條以上，嗰條借運嘅通道已經打開咗，你必須即刻行動。我知講到呢度，好多人已經嚇到成身冷汗，但唔使驚，有病就有藥，有陰就有陽。中醫永遠俾人留一線生機。我哋講究嘅係扭轉乾坤。既然知道係磁場出咗問題，咁就用更強大嘅磁場將佢壓翻落去，用純陽之氣將陰煞燒得乾乾淨淨。我而家傳授3招化解之法，唔使花幾萬蚊請大師做法，唔使買乜嘢昂貴嘅法器用品，用嘅全部係你屋企隨手可以攞到嘅嘢，但效果係立竿見影。第一招太陽真火法，如果嗰啲禮物你真係捨唔得掟，好似好貴嘅珠寶或者有紀念價值嘅嘢，你可以淨化佢。揀一日天氣晴朗，喺中午11點到1點，呢個叫午時，係天地之間陽氣最旺盛嘅至陽之刻。
用一張紅紙掟喺陽台或者天台地下，紅屬火，能助長陽氣，將你要淨化嘅物件放喺紅紙上面，俾烈日暴曬2個鐘頭，心入面默念天火除獄，陽氣歸位。經過呢個天火嘅探燒，好似電腦重灌系統咁，將入面嘅負面磁場格式化晒。但記住，陪葬品來路不明嘅佛像刀劍呢招冇用，因為嗰啲陰氣已經入骨，太陽都曬唔透，必須掟第2招粗鹽淨化法。呢招用嚟處理你準備要掟嘅嘢，同埋淨化你自己嘅身體。好多人唔敢掟嘢，驚得罪人，或者驚掟嘅時候被污穢嘢跟翻嚟，咁你就用鹽。中醫入面，鹽味鹹入戰經，能軟堅散結，消毒殺菌。道家觀念入面，鹽係海之精，能鎖住氣場，阻斷靈體嘅連接。處理凶物嘅步驟，攞起手把粗鹽，越粗越好。嗰種醜嘢用嘅海鹽攤喺件物件上面，攤嘅時候講一句塵歸塵，土歸土，你嘅運氣你帶走，我嘅陽氣留俾我，兩不相欠。然後用紅紙或者紅布包住佢，放入垃圾袋掟走。呢把鹽同紅紙就係一道防火牆，切斷呢件嘢同你屋企氣場嘅最後一絲聯繫。淨化身體嘅步驟，買一包粗鹽，攞一把放喺熱水入面融化，用呢個鹽水浸腳或者抹身，特別係後背督脈同頸嘅大椎穴。浸嘅時候，想象黑氣從你腳底湧泉穴排走。我包你浸完一次，成個人輕咗10磅，當晚瞓到天光，因為鹽將嗰啲黏喺你皮膚表面嘅陰濕磁場全部吸走洗走咗。呢個方法你可以每個禮拜做一次，長期堅持，你嘅體質會越嚟越暖，陽氣越嚟越足，百邪不侵。第3招正念金光法，最後呢一招唔使任何道具，但最強大呢個就係你嘅心。點解有啲人收咗禮物會衰，有啲人就冇事？除咗身體強弱之外，仲有一個關鍵，你嘅心夠唔夠正？《黃帝內經》講恬淡虛無，真氣從之，精神內守，病安從來。如果你日日貪小便宜，心入面諗住唔攞白唔攞，你嘅心就係流嘅，陰氣最容易趁虛而入。如果你心存正念，無功不受累，靠自己雙手揾食，你身上自然散發一股浩然正氣，鬼神都要俾你3分面。孟子講唔善養唔浩然之氣，呢股氣充塞於天地之間，係至大至剛嘅。一個人心裏面光明磊落，行得正企得正，佢嘅氣場就係一個金鐘罩，任何陰邪嘅嘢都入唔到佢身。相反，一個人日日算計貪圖小利，心存冇鋪，佢嘅氣場就到處都係窿，陰氣想入就入，攔都攔唔住。所以講到尾，最強嘅護身符唔係佛珠，唔係符咒，而係你自己嗰顆正直嘅心。你嘅心正，天地都幫你；你嘅心歪，金山銀山都保唔住你。所以我送俾大家2句話：第一，莫貪小利，免費嘅嘢最貴。朋友送禮，如果你心入面覺得唔對路，就大方拒絕，或者用利是封回返禮，就算回50蚊都好，將贈與變成買賣，因果就唔沾身。第二，強健體魄，多曬太陽，少飲凍嘢，多飲凍都茶生發陽氣。你個身體越暖，運氣就越旺。各位而家喺下面留言區打出呢4個字：陽氣護體，又或者打圖家平安。當你打出呢幾隻字嘅時候，就係向宇宙再一次宣告你嘅正念。幾萬人喺呢度一齊留言，呢個念力嘅磁場係巨大嘅，可以形成一個強大嘅保護罩，保佑我哋所有睇過呢條片嘅人，無論流年點變，都能夠避開災禍，運勢長紅。記住啦，呢條片你一定要分享俾你屋企人同身邊嘅朋友睇，可能你嘅一個分享就救咗一個家庭。如果你覺得有用，
俾個讚，撳個訂閱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